好听。我怕你们想睡觉了，有睡着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不用看我。我等下看不到那个柱子后，好可怜，柱子后面有人吗？我进一下柱子。好听哦，我觉得像那个电影的配乐，有没有？赛德克巴莱，然后都是炸死，谁的哇？不知道能不能当这种电影的主题曲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人家拍完了后，下次是什么？阿美巴来。阿美组哪里来？没有这样的作品不多啦，大概就这么一首。对啊，已经是我创作的巅峰了。然后唱完这个的时候，就要开始落入凡间。我想唱一首歌提提神好了，因为下午真的不太适合唱歌，我怕大家会睡着。我想要唱这首提神用的，因为最近跟偶像圈的人他们碰在一起。我跑去拍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歹也是45届金马奖最佳新人，你知道吗？已经不新人了。我就想到当年打败茂博的时候就是轮手，你知道他讲7号茂博跟田中信惠吗？知道，没得奖。后来不能录影啊！好怪，我最近看到一个，我觉得真的这社会太现实。沈春华才刚讲完，李安娜都离开，我就觉得好恐怖哦！我说我赶紧不要录影了，太恐怖了，等下你们剪接我的话，我的妈呀！你敢救？不要做这么恐怖的事情。我好歹我是清新偶像，这种诸如此类动作不要做啊！要帮我放在 YouTube 的都是我最爽的，没有？如果你们需要角度的话，我可以唱歌的时候调整一下。我还没有红啊，对啊，就靠大家来帮我建立形象。好了，刚刚讲到这个，然后最近拍戏，然后很好玩，就是很久没演戏啊，这是导演来找我，对手戏还蛮那个演员找的蛮强的，有吴宗天啊，还有水塔，没得奖啊。我这意思是说，加油，有一天你办得到的。不过他真的还蛮好的，我觉得不太行，这比我想象中的人还要客气。然后居然他的经纪人也答应了，他跟我一起合作写歌所以他还不知道啦，这个事情成不成？我希望可以成。然后就要跟他一起演偶像剧，他大概这么高吧。然后我跟他演的时候，我要垫步香，垫步香。金香木香，演戏真的蛮好的。然后最近要演的一个是机车行的老板。我想说，我才刚刚要把自己的因为我自己都唱比较摇滚，然后尤其在杜腾时期的时候，然后长得民谣还好一点。那现在走气质路线，然后叫我去演机车行老板。然后要试戏嘛，所以大家也需要我去机车，真的去机车行里面学机车，老板在修什么？每次修完之后，我的指甲都黑黑的，我说我是森林系王子那是黑黑的，然后发现有很特殊的清洁剂，就那个洗机油的，哇塞，洗了什么东西都会变白，真的太神奇了，可不知道会不会把皮肤弄坏掉。我就每天在洗有人在这边有修车的吗？什么这个修车？现在机车越来越贵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加了很多电子仪器，然后很多老师傅就不会修了，他们可能会失业，不晓得，我替他们很担心。我干嘛担心那么多？然后
其实加了电子仪器是因为要让整个汽油的消耗比较低，而且消耗比较完全，所以会比较环保。啊，买贵也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嘛。啊，没有的话没有钱买，就是坐公车啊，坐捷运也好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环保？有。啊，像我这套衣服已经穿了多久了？刚刚发射的是屁股，不要担心。还有，这是弹吉他需要的专业的，用的是好，唱一首很好玩的一首歌，重新改编的，来自蔡依林的《舞娘》。生命系妻子版。想象一下，森林中有一个小男孩跳舞，既淳朴又非寻常。